来继续是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这个台中日空农道舒适的环境，已经将做台中市民休闲散步的好所在，嘛继续咧改善着桥脚的空间。台中市建设局是开148万，伫潭子段增设着一座花轮制式的练习场，要互遮将做多元运动的空间。 用重心控制厨房，享受极限运动的快感，这是新开的骨车制式的练习场，伫日空农道潭子段的桥骹。 或者除了会当散步、骑脚踏车，还会当耍厨房。用亚克力材质哦，那另外用特别轻质的材料，便于维护、更换跟调整。那另外它旁边就是我们自行车道，我们也特别注意哈中间的安全，所以我们把它做一个圈围。那它有这个可以滑步，那也可以有个曲线段哈，可以来做行挑战。 台中市建设局表示讲，做这个骨车制式练习场开100几万，并且甲厨房的教练、甲学童、家长拢讨论过，希望讲或者设施更加符合地方民众的需要嘛，希望讲这变成多元运动的休闲空间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